读书本是件好事，可死读书读死书，不仅害己，更会误国。你号称天下第一才子，却读书不求甚解，所学无以致用。这样吧，朕特准你在国子监内开垦一块菜地，使五谷之味，要先勤于四体之劳啊！你到国子监去种菜吧。臣领旨谢恩。叫去吧。微臣在没有挂冠之前，还有一言：今天皇上要议定出海人选，恐怕是徒劳无益。别忘了太祖曾有过圣命：1人出海者斩，3人出海者斩其家，3人以上出海者诛3族，率领船队者必被灭族。谢晋呐，谢晋！你不仅有个天下最好的记性，还有个不识好歹的坏脾气。微臣以维护太祖圣训为己任，须臾不敢轻狂怠慢，背典忘祖。皇上，请皇上息怒，谢大人只是一家之言。卑职愿率船队出使西洋。郑和，你听清楚谢晋刚才所讲的话了吗？你率队出海，他们可要灭你的3族啊！郑和本来就是赤条条而来，别无牵挂。既然话已经说出口，就无所畏惧。能为皇上尽忠，为大明效命，臣郑和在所不辞。你话说的再硬，也出不了海。你没有这个资格。太祖曾有圣命，宦官与后宫不得干政。奉天殿外就有太祖御笔所书的铁牌。先皇说过，天地再大，不过一箭之遥；山峰再高，不及一刀之力。朕现在想来，父皇此话有失偏颇呀。古往今来，所有的帝王都只能称雄大陆，所有的功名霸业都是在陆地上完成，谁也没有君临过大海。这可能就叫做望洋兴叹吧。皇上此叹可谓是千古一叹。是吗？可朕不会一叹了之。郑和，在。你是12岁进燕王府的吧？是。你跟了朕整整23年了。是。小时候不说了，靖难4年当中，你随朕出生入死，屡建奇功，既有荆轲之勇，又有诸葛之智，称得上是出类拔萃呀。皇上过誉，卑职只是尽本分而已。那是金殿之上，要不是你呀，朕在满朝文武面前就下不了台。你替朕架起的梯子，将使朕走向大海，使大明走向中兴。卑职愿为皇上肝脑涂地，可卑职从来没有下过海，更没有统领过船队，卑职怕误了皇上的大事啊！哈哈，没下过海可以学，没带过兵可以练。朕要的是你的一片忠勇之心。皇上，卑职说来是个太监之身，空有替君分忧之志，可祖制不能违，铁律不能犯。卑职在奉天殿上一时冲动，给皇上闯下了大祸。祖制这事不能掉以轻心。这块铁牌子，朕给他搬了搬家，让纪纲把他请进了国子监。朕不仅要让太祖的铁牌名士恭进，更要让他启示后人。郑和，
你不但为朕立下了汗马功劳，也为朕受了不少屈辱。朕没有什么可以赏你的，就给你这一片汪洋大海吧。朕已选定你为大明船队的巡洋正使兼总兵官。朕就是要让你博一个万世功名。朕要你为大明国巡视万邦，扬威海上。卑职定当不辱使命，以报皇恩。姐，天儿呢？啊，还睡着呢。哦，他醒了就能看见了。啊，记住啊，可别让他乱碰。我告诉你，等小树的根扎牢了，风吹雨淋就不怕了。唉，其实啊，早就想在院子里栽棵树，省得晒着孩子。可是，一忙活就忘了。在北京，院子里就有树，都怪我。栽棵树也好，不然等你回来了都不认识它了。我每个月让它在树上画个印儿，这样你就能看见它是怎么长高的。姐，这孩子在长，小树也在长，这印能准吗？傻瓜，你以为我光是叫他看着小树上的这道印儿啊？他比个头的时候，就能时常想起他还有你这个舅舅。我看到这棵小树的时候，也能想起海上还有你这个兄弟。好了，净说话了，别误了你的大事。日子过得真快啊！一转眼，你又要走了。啊，会很快。我不久就会回来的。你终于可以上那条大船了。姐，其实你也在船上。我记得你说过，这个家就是你和小宋天的大船。将来一定会有那么一天，我要让你和孩子一起上船，漂洋过海，走遍天涯，实现我当年的承诺。走吧，我就不送你了。那我走了。行。那我走了。船队总兵官，赐天子剑，紫金印。命吴宣、王锦宏为副使，兼副总兵，统掌船队。命尔等扬帆巡视西洋，睦邻四海，怀柔远人，恩泽天下。钦此。臣领旨谢恩。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！都起来吧！谢皇上。你们将要去国万里，开创古往今来从未有过的功业。哈哈，真羡慕你们呐！唯盼你们身处海外，如在朝廷。谨遵天道，恪守律令，
朕为所有出海的将士再定上5条禁律：一、严禁养乱顽大；二、严禁毁人家园；三、严禁窃取财物；四、严禁奸人欺女；五、严禁屠戮百姓。以上5禁，违者立斩不赦。天朝雄师以宝船巡海，恩威开道。你们要牢记，朕不要他国1人为奴，不要他国1寸国土、1捧海水、1份财富。朕要的是大明与天下各国共同富足，永享太平。臣牢记在心。郑和，在。朕再嘱咐你一句话：你们出海巡洋不可轻易动武，但如果有敢损我天朝国威者，绝不姑息。微臣遵旨。施正清，草民在。朕听说你为了随大明船队出洋，特意将你的商船悉数调来了。启禀皇上，小人的28条商船已全部到齐，船上装满了丝绸、瓷器等物，托皇上的鸿福，一定会卖个好价钱。你回到南洋诸国，不光是为了要赚钱，你们还要在所有的华民子孙中宣扬中华威仪、大明盛世啊！草民定当不遗余力。皇上，微臣还有一件事情要禀报。近日已经打听到了，南玄公还活着，只是无人知道他现在究竟在何处。他是海上通才，上识天文，下识海象，比海盗更精于航海。要找到他，拜为船队总舵，请他为大明效力。遵旨。臣出海后的第一要务就是寻找南玄公。看来你把一切都想好了，不错，思虑缜密，才能事半功倍，万无一失啊！启禀皇上，日本使臣兼中闺蜜到了。叫他来吧。遵旨。日本使臣兼中闺蜜拜见大明皇上。起来吧。谢皇上。监中，你答应过朕，限期剿灭日本海盗，这件事你做到了吗？禀陛下，日本沿海的海盗，我们已经如期剿灭了，除死伤者外，活着的贫僧已经全部押赴大明，叫陛下承办。好。你们日本国是怎么承办海盗的？大国主死。就按你说的办吧。陛下，在下还有一事不得不如实禀报。说。我们日本确有不少海盗，但是南洋最大的海盗不在日本，而在大明，他叫陈祖义。陈祖义曾扬言，陆地归皇上管，大海则是我混海龙的。这个陈祖义倒是有点气魄。郑和，在。朕令你在巡洋途中生擒此人，押送回国。朕要亲自会会他。遵旨。陛下，请问这些海盗是不是要当即处死，以记皇上巡洋之壮举？你是说现在？是。启奏皇上，微臣以为，今日乃下西洋之大典，在此良辰吉日，不可大开杀戒。皇上，
贫僧认为，以大明律，不论是哪个国家的海盗，也不管他是蛮夷还是汉人，都应当论罪处死，概不宽恕。杀之，可向天下万国表明，从我宝船队出海时起，海上将会大治，百业归附王法。任何人再敢祸乱海疆，天威必降，违者必惩。郑和，在。你怎么看？微臣想的是，海盗之事关乎国体天威，监中先生要在这个时候拿海盗祭海，一定会让大明船队未曾出海，先落暴戾之名。我等下西洋，是要彰显大明天威，睦邻四海，怀柔远人，恩泽天下。如果船队未曾出航就先开杀戮，必然是沿海各国心生疑虑，人人自危。然海盗之恶行，的确为天下所不容，不杀不足以平民愤，不成不能够护王法。因此，微臣以为，应该宽恕胁从，重办首恶，杀一儆百，收服从众，如此，方能既扬我大明天威，又彰显我大国的胸怀。道元大师，你这个徒弟可以出师了。将归于海，轻胜于蓝。阿弥陀佛。报！启禀皇上，吉时已到。郑和在。朕决意亲登宝船，出刘家港，顺江而下，送我大明船队至出海口。微臣郑和谢主隆恩。皇上，江上风大，就在此别过，不必上船了吧？哎，天元号宝船乃天子第1号巨船，天子不登船，焉能出海啊？
好气派啊！你这天元舱可以跟朕的宫殿相媲美啊！啊！大明宝船队有这样一个主舱，更能彰显我大明的天威，可谓扬威海上，礼万邦。从今天起，郑和就是这儿的主人了。皇上才是天元号真正的主人，大明的号令只有一个，那就是皇上的圣旨。郑和，你是朕最信任的人，朕给你一片天，送你一片海，朕要你为大明开创伟业，统好万邦。郑和定当不辱使命。景致真是漂亮，想不到大洋深处竟然藏着这么个好地方。看来这里原是一个无人居住的岛屿啊。那好啊，咱们魏大明又开辟了一个岛子了。景洪啊，回头你就把它标到海图上去。是。我估计啊，这距大明内陆，少说也有数千里之遥啊。郑大人。
景洪兄，好像是汉气。哦。大人，没错，是汉气啊！啊，真是汉气吗？是汉气啊！如此看来，汉人祖先早就登岛来过，就是说，这个岛早就属于我们古代中华了。嗯，大人说的对啊，我们的祖先很早就在这里居住过，只是后来放弃了。景洪，把它收起来。哎。郑大人，大明船队登临天涯，收归故土，功德无量啊！大人，给这座岛起个名吧。记得秦始皇33年，在平定百越之后，就设置了南海郡。咱们今天不过是故地重游。千里长沙，万里石塘。此乃《管制》这本书中对南海诸岛的统称。那就叫它万里石塘。好，这个名字好，敞亮。哎，还可以叫它南海群岛啊。哎，等等，郑大人率船队出航，不辞劳苦，日夜巡视万里海疆，应当以郑大人的名字命名才是啊。那就叫郑和群岛吧。不可，这个岛是老祖宗留给我们的国土，我郑和怎敢冒领虚名？这样吧，仍然叫它万里石塘。大明永乐4年，臣郑和等奉旨巡海，登临南洋万里石塘，特此明石立碑，以颂天恩。公子有令，满帆起航，驶往飞沙湾。满帆，把舵东南，航地飞沙湾。公子，飞沙湾快到了。直入海湾，停船抛锚。抛锚以后，咱们做什么？迎一位贵客上船。贵客？哎，这位贵客是谁呀？二叔，等贵客到了，你自然会知道。
国使大人口谕：各船停航，照监军指挥以上文武官员至国使宝船集会，号旗传命。照所有监军指挥到国使宝船集会，号旗传命。号旗传命。号旗传命。禀国使，监军指挥以上各级文武已接获号令，正乘坐快舟从各船赶来。好，九侯兄，我们的船队出海已经这些天了，仍没有南轩宫的下落。现在，我们已经进入了大明南端的海域，来到这个鲜为人知的地方。而实际上，远航才算刚刚开了个头。越往前行，只会越感到大海的无边无际。是啊，真是难以想象啊！景洪，听说水军官兵中有些流言蜚语，你有没有听到？当面没有听到，背后听到了一些。景洪。他们怎么说？部分水军官兵仍然蔑视我们这些太监，特别是监军太监。他们背后叫我们是乌可贝。乌可贝是什么东西？是一种黑色的贝类，常年栖身在浅海烂泥里，以腐物为食。这种贝无雌无雄。每一只贝天生就是雌雄同体。不过，据在下所知，全体将士对国使大人却十分敬重。我也是太监，为何独独敬重我呢？你跟我们这些太监不同，你曾经为皇上出生入死，立下过盖世功勋。连武人们也不得不敬重你。
救虎兄，对那些流言，你有何感想呢？在下牢记国史大人的吩咐，以大局为重，不予计较。救虎兄深明大义，正和多谢了。不过，要是贵为大名副使，身兼副总兵官的人，也在背后骂太监是无可背，未免太不妥当了吧？你是说吴宣？是。郑大人，船队的水手半数都来自于长江水师，他们都是吴宣的旧部。吴宣有如此的出言不逊，大人您不可不防啊！知道了。景洪，昨天两船相撞的原因，你核查过了吗？在下核实过了，还查看了现场。虎字号战船与风字号粮船之所以在夜航中相撞，其过错首先在于战船总旗吴勇醉酒失职，乱发号令；其次，监军太监刘太炎也在当值时打了瞌睡，耽误了巡夜。撞击之后，战船重伤，粮船沉没，损失粮草2000担，淹亡9人。此事断不可姑息。待会儿集会时，我要当众重办肇事官员，严明军纪。吴勇是吴宣的亲弟弟啊。我说的是肇事官员，监军太监刘太炎。开路！永乐4年正月20日夜，虎字号战船与风字号粮船于夜航中相撞，致使官兵9人淹亡，损失粮草2000担。大明正史兼总兵官郑和召集各船文武职官查办事故，严明军法。总旗官吴勇，知下在。监军刘太炎，知下在。另2人据实禀报。禀国使，知下昨夜旧伤发作，痛不可当，不得已才服用了医官给予的药酒1碗。知下绝非酗酒之罪。啊，撞船时舵台上是监军太监刘太炎当值，此事医官可以为证。禀国使，吴总旗所言句句事实。禀国使，吴总旗串通医官，捏造谎言。昨天夜里，吴总旗酒瘾大发，足足喝了2坛子烧酒，大醉之后还在船尾张网捕捉海豚，乱下行船号令，致使战船与粮船对撞。吴克贝，你小子胡说八道！放肆！吴勇，刘太炎有名有姓，为什么骂他吴克贝？禀国使，刘太炎污蔑直下，直下这才忍无可忍。禀国使，吴总旗不但醉酒失职，还嫁祸于直下，请大人明察。刘太炎，难道你自己就没有过错了吗？直下也疲劳过度，打瞌睡了。好啊，一个醉生，一个梦死，2000担粮草，9条人命，就这么葬于海底了。直下有罪。为严明军法，惩前毖后，捉鸡剥夺吴勇官职，鞭笞50，降为战船2等水手。直下遵命。刘太炎，你身为监军，罪无可赦，你自己执法吧。郑大人，我虽有过错，但罪不至死啊！那9个兄弟就应该葬身海底吗？监军太监个个都是皇上亲命，更应该成为部属表率，
奉公尽职，否则何以监军？太严，你忘了监军太监的誓言了吗？直下不敢忘记。大声念出来，让所有人都听见。严守法纪，宫中体国，忍辱负重，仰报皇恩。刘太严，如果你明白忍辱负重的意思，那就仰报皇恩吧。直下仰报皇恩。啊！记录在册。永乐4年正月21日午时初刻，监军太监刘太严饮醉自尽。有请贵客登船。这位客人，今日你福气大了，我们公子请你呢。走啊！公子，贵客到了。南玄公，别来无恙啊！陈祖义，你是如何找到我的？哼，只要我陈祖义想找的，还没有找不到的。你我从海上分手这些年，咱们殊途同归，总算又在船上见面了。我以为啊，你我会在地狱里相见呢。来世你上天堂，我下地狱，如何相见？哼！
郑大人，过来看看吧。吴轩，你看见了，刘太炎现在已经成为吴勇的替死鬼。一个太监兄弟就这么忍辱负重，仰报皇恩了。下官心里明白，大人之所以宽恕舍弟一命，是给下官的恩典，下官感恩不尽。我问你，这样忍辱负重的监军太监，是无可备吗？我也是无可备吗？下官可从来没说过此话。嘴上没说，心里呢？当面不说，背后呢？我知道，你对我兼任船队总兵不服气，你觉得我不懂海不知兵，不男不女不阴不阳，不配来做这支巨大船队的统领，更不配做你的上司。下官不敢。吴轩，太监也是人，他们跟你一样，有心肺肝胆，是中间善恶。太监如果有什么不同的话，那就是比寻常人更能够忍辱负重。今天这件事，就证明刘太炎比令弟更像一个男子汉。大人教训的是，下官一定严惩吴勇。我们统领着250余条帆船，船员、书算手、通事、医使、官兵、水手等27550人，要在这汪洋大海上航行数年之久，靠什么？靠的就是万众一心，令行禁止。吴轩，你听着，本是身负皇命，替天行道，在这片大海上，本使就代表大明皇权，本使绝不容忍任何人心怀叵测。下官发誓，从今往后，绝对遵循国使大人的意志行事。你已经冒犯我2次了，看在你过去功勋的份上，我才以德报怨。以后，如果你再敢悖逆，无论是明的还是暗的，本使都将重办。下官万万不敢悖逆大人。起来吧。说句心里话，只要吴大人瞧得起我这个太监，我是真心盼望能与吴大人同舟共济。可见我还是性情浮躁，功力不足啊。敢问阁下，你为什么绑架我？啊，不是绑架，是诚心邀请。南宫您3请不至，我只好以力相请。那你为什么要请我？和你聊聊天儿。聊完之后呢？聊完之后，我再把你杀掉。我犯了什么罪？
真是怪了，我这又不是朝廷，杀人还要问个罪。那你为什么杀我？大明皇帝朱棣派一个叫郑和的人踏海巡洋来了。这个郑和到处在寻找你南轩宫，他知道你是个海洋通才，熟识天文、海象、洋流，还通晓西洋各国语言、风俗、人情。你想想，如果他得到了你，定是如虎添翼，那还有我们海盗的生路吗？所以，你南轩公必须死，我才能够放心。你是一头恶杀，你早晚会天诛地灭。要是凡人能被天诛地灭的话，那只能说我的命好。人生在世，生死本应从容相待。好，在下已经为南宫备好了一席美酒，不知道南宫愿不愿意跟我聊一聊啊？如果你我聊得高兴的话，或许我会赏你一条生路。好啊，反正我南轩公在岛上也寂寞得太久了，正好和你这个江洋大盗聊个痛快。上哪儿啊？请上高台，那儿可以极目海天，一览无遗。走吧。小子，你为什么不做个好营生，却偏要做个江洋大盗呢？不要小看我们海盗，在我们这艘船上，比朝廷的奉天殿更公平、更干净。所有的弟兄都是义字当头，情同手足。如有所得，则金银共享；船翻了的话，则同生共死。我们没有朝廷里那么多的阴谋诡计，也没有陆地上那么多的贫富不均。我们在浪尖上过日子，在刀口上赚银子，强者生，弱者亡。我们像黑沙那样凶猛，也像海水那样干净。照你所说，这简直就是一篇诗赋，盗赋。知音之言，知音之言呐！南轩公和我待了才不过半个时辰，就比我那些兄弟更了解我，真可谓千金易求，知己难觅呀！呈上来。南宫，可认得这件宝贝？大明敕令，有眼力。告诉你，陈祖义现在已经不是混海龙了，而是亲命的大明兵部尚书兼水师总督，统领南洋万里食塘及其周边岛国。哎呀，小子，你真是喝醉了。哼，我虽然是醉意盎然，但我没有醉。南宫，你可知道朱允文？岂能不知？建文皇帝朱允文被他的皇叔朱棣赶下皇位，最后自焚而死了。错，他没死。当初朱棣破功那天，他从地道逃出了京城，登上一艘商船，亡命天涯。我得知此事后，传命所有海上兄弟四处寻找。苍天有眼，在半年前，我在旧港找到了建文皇上。明白了，你现在是要挟天子令诸侯，利用建文皇帝图谋自个儿的霸业。皇上已经恩准我，用皇命号令四方。皇上还和我歃血盟誓，
光复大明之后，所有的陆地尽归朝廷，所有的海洋全归我来统领。哼！南宫，和我一起共谋大业吧。我封你为四海总督。3、5年后，你我将富有四海，前程无量。其实你完全清楚，区区内陆算什么？大海可比陆地大得多呀！感谢你的厚爱啊！我老了。你瞧不起我，不屑与海盗为伍。可惜呀，本来干干净净的大海，被你们海盗给弄脏了。先生要是这么想，那才真叫可惜呢。天哪，快看！什么东西啊？什么东西？哎，是船吗？是船吗？我说是船呀！船！哎呀！大的船呀！来看看，快来看看！哎，让我看看，让我看看！让我看看，让我看看！哎呀！是船吧？那哪是船呢？简直是飘来一座岛啊！郑和来了。南玄公，请吧。你我聊得很痛快，我真舍不得你死。呸！这个杀人的魔王，哼！一二三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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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，转过来！快来！哎！公子，赶紧撤帆吧，再不走就来不及了。二叔，你没看到他们的帆有多大？我们跑得了吗？再一个，我们要是跑了，不是让人家生疑吗？公子，换装，转帆，迎上去会会他们。转帆调舵了！转帆调舵！快点！敌人和军械都收起来！快点！快点！放下来！快点！换舱！快！收起来！快点！收起来！炮都收了！快！这样！快！收炮！快！东南方向发现海船2艘，转舵东南，满帆行驶，追上去！转舵东南，满帆行驶！转舵东南，满帆行驶！
发现海船2艘，我已下令迫近他们。他朝哪个方向行驶？由西南往东北，看来是驰往内陆。也去看看。天哪，有这样一艘船，足以纵横四海呀！看来海洋要归郑和了。不，海洋是我的，包括这些巨船，早晚也要归我。二叔，你记着我的话，我一定要把他们夺到手。艘什么船？看着好像是艘商船吧？我看，倒像是一艘海盗船。商船以运货为主，因而常见船身扩大，载货多，治水深，行船稳。而海盗船以抢劫为生，喜欢船身细长，船体紧实，以求高速行驶。问问他们是什么人？听着，国使大人问，你们是什么人？二叔，你用琼州方言回答他们，就说我们是琼州吴家船队的护卫船。哎，我们是琼州吴家船队的护卫船呐！禀大人，他们是琼州吴家的护卫船，专为商船护航，以防海盗。琼州吴家是岛上的一个望族，以贸易为生吗？可这茫茫大海之上，他护卫什么呢？问他们，所护何物？国使大人问，你们船所护何物？告诉他们，吴家公子就在此船上，此船护送公子前往大明京城，参加金秋的恩科大事。哎，这就是吴家公子，此船护送公子前往大明京城的，参加今年的秋考大事。禀大人，他们说吴公子就在此船上，说要去咱们大明京城参加今年的秋考大事。啊？真没想到，千里之外的海岛人，也是这么读书敬武，向往大明啊！去年末，礼部给大明沿海港口发过一道致命，让商船们传旨四海，欢迎海上的学子来京复试。请吴公子登船，本使要与他谈谈。国使大人有请吴公子登船。郑大人看，他犹豫不敢登船，说明这其中有诈。如果他不敢来，令你带人登船搜查。遵命。公子，公子，
禀大人，他们请我们放下前梯。前梯伺候。是。公子，公子。哎，公子。怎么？二叔最后劝你一句，别上去，上去了你可就回不来了。哼，说句心里话吧，二叔，我现在还正想会会郑和呢。你不必为我担心，因为我知道他的底细，可他不知道我的底细。啊，公子，传令，如果我死了，所有弟兄尽归二叔统领。琼州学子吴凤眠拜见国史大人。请起，请起。你又怎么知道我是国史的？大人气宇轩昂，如日当头，小人猜想必是大明国史。不愧是个读书人，真会说话。我可没想到，在这茫茫大海之上，竟然能见到个海外学子。高兴。吴公子啊。这位就是我们大明船队的总兵官郑和，郑大人。哦，郑大人，小人有幸拜见郑大人，三生有幸啊！啊，不必客气。吴公子，随我进舱聊聊天吧。好。敢问大人，啊。这是我们大明船队的宝船天元号。天元，天元，天之始，元之初，了不起啊！请。大人，这是极品龙井。在下曾从茶经上读到过，说极品龙井乃是皇家贡品。不错，这确是御用的贡茶，皇上令本使带至海外，要赠给列国君王的。在下一个化外小民，竟然能喝上皇上喝的贡茶，这是多大的恩典啊！如果公子喜欢的话，这样吧，我赏给你2斤，你带回去，让令尊尝一尝。吴家祖孙3代叩谢大人天恩。不用客气了，公子，你们吴家世代居住在琼州。说实话，我想找3个人，请大人示下。第一个，他叫南玄公，人称海神爷，他上通天文，下识海象，南洋各国的语言、风情民俗，他无不知晓。大人问巧了。南玄公是家父的结义兄弟，在下得称他一声伯父。是吗？哎，他在哪里啊？珍珠屿。我即刻派人去请他。哦，不了，大人，在下是说，南宫葬在珍珠屿，他已经不幸过世了。公子，我第2个要找的人，他叫陈祖义。陈祖义，此人是海上巨盗，魂名混海龙。
陈祖义有大小战船1200多条，部下3万多人，个个是海上惯匪。怎么会有那么多人呢？陈祖义部下不仅有汉人，还勾结了南洋许多邦国的海盗，此贼为他们的共同首领，连各国君王也不敢与他为敌，每年都向他上贡纳赋，以换取本国的平安。巨盗不除，四海不宁。你知不知道他的巢穴在哪儿？啊，听说陈祖义有巢穴多处，最主要的一处是在旧港。旧港。啊，本是要打听的第3个人，他是个僧人，法号英文，身高5尺6寸，年龄22岁，额头扁扁的。僧人。啊，没见过，也从没听说过。啊，最近2年，有没有中土的官宦人家流亡到海岛？哦，永乐元年秋天，曾有几百个内地难民乘船漂移到万安岛了。他们曾向吴家购买过许多生活用品，我在送货的时候见过他们。那你见过他们的首领吗？见过。不过，是一位富家公子，不是什么僧人呢。你随我来。你说的那位贵公子，在这些画像中吗？在，就是他。多谢了。大人好像挺喜欢这位吴公子啊。这位吴公子见多识广，说不定他此次进京真能博取功名呢。敢问大人，这位吴公子提供了什么情况吗？景洪，传命各副使指挥速到大仓议事。遵命。都起来吧。都瞧见了吧？我来去自如，正和待我如上宾。公子虎胆龙威，二叔佩服死了。现在你该相信，这些船，它迟早都会是我的。相信。立刻升帆起航，返回旧港，伺机与郑和决战。知道了，来。升帆起航喽！据吴公子禀报，永乐元年秋天，有一群官宦人家从内地漂流到了万安岛，其中为首者一位逊帝朱允文。国师大人，在下以为
这位吴公子并没有在宫廷里待过，他怎么会认识建文皇上呢？对此，我开始的时候也有些怀疑。但是，当我把6张画像拿出来给他看的时候，他一眼就认出了朱允文。晚岛在何处？距此不远。顺风的话，1天就可以驰往。皇上严旨，令我等巡视西洋途中，搜查朱允文，生要见人，死要见尸。传命，船队转帆调舵，直使万安岛。遵命。国使大人，这里距伯尼国已经不远了，该国使臣归心似箭，可否考虑派2艘战船，护送伯尼使臣先行归国？好，本使亲自相送。遵命。请。郑大人，他们来了。麻那惹加那乃，拜见郑大人。啊，王主阁下，归国距此不远了。听说王子归心似箭，我准备派船送2位先行归国，不知意下如何？大人，船队已经快到伯尼境内，还不如就近先拜访一下我国。我父王一直盼望着见到大明国使，如果我这一次不能请大人到宫中做客的话，我父王必定会责怪于我。不如这一次，请大人随同在下一并去伯尼国。是这样的，因为恰逢有件急事需要去处理，万望王子殿下谅解。本使保证，长则半个月，短则10天，本使必定会抵达贵国，敕封伯尼君王。大人此话当真？大明国使绝不食言。那可太好了，在下一定禀报父王，预先为大明船队准备好淡水、瓜果、粮草，补充船队给养。啊，非常感谢。到时候我们会用我们大明的物产与贵国交换。除此之外，我们大明的皇上还有厚礼相赠。在下叩谢大人。还有一句话，请阁下转告给贵国王，大明船队到访之日，我们将严守贵国的律令，不经邀请，我们是不会登岸的。登岸之后，也绝不会伤及你们一草一木的。贵国朝野上下尽可放心。大人此言真令在下感动，敝国上下拜谢大人了。后会有期。后会有期。送客。是，请。景洪啊，你说这些海外异邦对大明的到访是否真的欢迎呢？在下看出来了，他们的亲近当中啊，总是暗藏着一种畏惧；他们的恭敬当中呢，始终有一种深深的提防。海外的风俗人情异于我们中土，我们每行一步都得谨慎小心，要不然，人家看见我们这些宝船巨炮，就会疑虑重重啊。是啊，在下认为呢，他们之所以对我们心存畏惧，很大程度上是因为陈祖义为患呢。要知道，这个海上巨盗也是个汉人呢。东南方天后西下望见岛屿。到了，这就是万安岛的万安滩，请大人示下。派船队人员分成20条小船，隐蔽登岛。遵命。
四面搜查，不准放走一个人。遵命。给我搜！禀大人，所有男人我都审验过了，没有见文帝。不过，在下倒认得其中几个。那边那个白胡子老头，就是太常寺卿刘国忠。刘国忠是奸臣榜上的人，一直没能捉拿归案，想不到藏在这里。既然他们在这儿，朱允文也肯定在此藏身。把刘国忠带过来。走走。老夫刘国忠拜见钦差大人。你为何不跪？